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SK 團隊嘅 Ken Wong， 歡迎大家再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咧，喺溫哥華買 apartment 從來唔需要擔心貨源嘅問題，難嘅係揾一間地理位置好、間隔實用、價錢合理。咁今日我帶大家嚟到溫哥華喺 Oakridge 嘅附近5693 Elizabeth Street 嘅2房單位。咁大家跟我嚟。咁同大家入室內睇一睇呢一個超過990尺嘅單位啦。呢個單位係2房開側、2房2廁嘅設計。咁啊，喺 corner unit 4面都有窗，咁所以呢採光十分之唔錯噶。入到嚟廚房呢個位置呢，如果中意煮飯嘅你，一定要特別留意啦。全部嘅 appliance 採用德國頂級牌子嘉近樂，明火煮食，招呼朋友3、5知己，十分一流。入到嚟主人房，空間佈局合理，有一個好大嘅窗，望出去景色宜人，見到好多樹。主人房係一個套廁設計，有浴缸，有一個企缸同埋 double sink， 方便大家日常生活使用。咁大家啱啱睇完呢一個咁市正嘅單位啦，咁啊總結一下，單位面積超過990尺，喺Oakridge生活圈，步行可以去到 SkyTrain、Coffee Shop、超市等等。咁大家覺得呢個單位點啊？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歡迎預約同我睇屋。我係 KSK 團隊嘅 Ken Wong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